ริญพรทุกคนแป๊บเดียวนะผ่านไปครึ่งปีแล้ว一日一眨眼就過咗去半年啦，ผ่านอย่างรวดเร็ว時間過去得好快。คนที่เรารู้จักนะ嗰啲我หายไป哋認識บางส่วน嘅人，啦有一部分อย่าง已經消失รุ่นหลวงพ่อ咗啦。นะ比如เพื่อน龍波嘅รุ่นเดี嗰個ยวกัน時代，หายไป同一代嘅30-40朋友คนละ已經有30-40個人已經去世啦。เวลาผ่านไปกลืนกิน所以ทุก時สิ่งทุกอย่าง間ที่เราคุ้นเคย過ที่เรา去，รู้จัก一直喺度ก็มีสิ่ง誒，ใหม่ๆ令我ผ่านเข้ามา哋แทนที่所熟悉嘅ห一มุนเวียนไป切都喺度消ไม่失，รู้จักจบ然後令我哋所有嘅一切都喺度輪迴之中冇盡頭。แต่ละวันก็จะมีข่าว 每一日都會有新ที่聞，ไม่ดีนะมากมาย非常ช่วง之多嗰ก็เรื่องพระ啲唔好嘅新聞。นี่เรื่องไฟไห咁ม้有一段คน時間ตาย之前呢，就會有出家人，呢段時間就有火災，死咗好多人。我哋嘅生命充滿咗唔確定，พวกเราประมาทไม่ได้所以大家唔可以疏忽大意。พระเดินอยู่ข้างถนนนะ比如話出家人喺馬路邊行緊，其實都冇做啲乜嘢，就俾車撞啦。嗰啲去玩嘅人，去飲啤酒，ไฟคลอกตาย結果呢就發生咗火災，ลงขายเบียร์亦都ขายอะไร過咗身。เป็นที่โคจรสำหรับพระนะ所以對於出家人嚟講呢，嗰啲飲酒有酒嘅地方係唔應該去嘅，比如酒吧之類嗰啲。但係對於出家人嚟講，對於居士嚟講，如果我哋居士係可以避免嘅話，就要避免。但係有時候冇辦法，一定要去，避免唔到就要有覺性。喺龍邦啱啱做公務員嘅時候呢，嗰個時候仲係小人物，因為大人物嗰啲領導就會叫自己去參加一啲聚會，開完會之後，然後就帶自己去嗰啲都唔知叫做乜嘢嘅地方。喺嗰個年代，但係一定要去。咁呢，自己去就帶住覺性、覺知咁樣去，然後就睇到入邊呢嗰啲音樂非常之大聲，然後呢燈光又一閃一閃，嗰個時候就覺得好似係煙同埋酒，度度都係。睇咗之後，只係感覺諗到咗地獄。睇咗之後係冇快樂㗎，要有快樂，如果有覺性，就會覺得根本就唔係快樂嘅地方，反而嗰啲寧靜安靜嘅地方，自己喺嗰度停留係有快樂。但係有必要要入去嘅話，就要帶住覺性咁樣入去。睇到咗之後，自己就會生起一種警醒嘅一種感覺，就會覺得，其實快樂無論幾快樂，其實好快就會消失，沉迷喺世間，冇咩實質嘅意義。一旦大個咗啦，就冇人可以強迫自己。就話因為細嗰陣呢，就以前仲要俾強迫住去。以前呢，要坐埋一張台，佢叫我哋飲酒，因為自己唔飲，自己就訓練自己，要喺每一日都發揮佢最大嘅價值。作為居士，自己要去工作謀生。咁如果係，比如話冇時間去嗰啲唔需要用思維嚟工作嘅嗰啲時間，就係自己修行嘅時間。有啲人就覺得自己嘅私人時間係工作結束咗之後，就要用嗰啲時間嚟去消遣或者係娛樂休息。事實上，自己每一日嘅私人時間係有好多㗎。幾時我哋唔需要用到思維工作，嗰一段時間就已經係我哋嘅私人時間啦。
我哋就攞嚟修行，要堅持咁樣去修行，將呢啲細嘅時間積累起身。比如話1個鐘，我哋可以留5分鐘俾自己嚟培養覺性。咁12個鐘我哋就已經有60分鐘啦，就不停咁樣去累積。喺龍坡居士嘅時候，自己就好俾心機去修行，從來都冇感覺話自己根本冇時間修行。修行嘅時間有非常之多，從一醒過嚟開始，一醒過嚟，我哋嘅心係點樣嘅？我哋嘅身體係咩姿勢？然後去感覺起身啦，然後做各種各樣嘅一啲日常活動，睇到自己嘅身體喺度工作，睇到心喺度工作，去廁所都喺度修行，冇停止過。比如話去廁所，曼谷嘅人因為佢係非常之塞車噶，如果係喺路途之中肚痛，就非常之折磨人啦。所以去廁所嘅時候，邊一日係覺得非常之排得好好，就覺得好開心。但係邊一日便秘或者係有啲咩問題，就覺得唔舒服，然後就有擔心。所以覺得輕鬆舒服又知道，覺得擔心又知道，呢個就係修行啦。食飯都可以修行。比如話我哋今日睇到咗呢個食物，我哋覺得中意或者唔中意，我哋及時咁樣知道自己嘅心，呢個就係喺度修行。等巴士去返工，咁咧，但係巴士人好多，上唔到去，或者係巴士唔嚟，然後咧就擔心話嚟唔切返工啦，或者巴士嚟咗啦，因為嗰個時候咧啲人巴士係唔排隊噶。而家好似睇啲人咧去搭火車係會排隊，就覺得非常之有禮貌啦。如果係嗰啲唔排隊嘅人，對於年紀大嘅人就好難啦。之前啊，全部一切都係要去爭噶，所以爭住去上巴士又有，因為嗰個時候咧啱啱經歷咗世界大戰，所有嘅一切都仲未完全恢復過嚟，所以大家一切都要去爭奪，要去搶，睇起身都冇咩快樂。然後咧，心有擔心，所以有時候都好憐憫嗰啲人，啲女人或者係年紀大嘅人。比如話上巴士，搭巴士上唔到車，如果可以搭到巴士就已經好開心啦，開心就知道開心，因為諗到話可以搭到巴士，咁然之後咧行咗冇幾耐，跟住就塞車啦，又一次擔心，就話哎呀，嚟唔嚟得切返工啊？咁塞車，全部都係修行嚟㗎。到咗做嘢嘅地方嚟得切啦，咁開心知道開心，然之後從巴士站行到去自己工作嘅地方嗰個時候都有覺性，睇到身體喺度行，睇到心不停喺度變化。喺龍坡喺呢個政府工作之前，有雀仔叫啦，有好多花花草草，有好多樹，然後睇到咗之後有快樂，就知道會有快樂。修行唔係咩難事嚟㗎，我哋盡可能咁樣去訓練自己，可以將修行同埋自己嘅生活可以交融埋一齊。咁點樣我哋先至可以融合我哋嘅修行同埋我哋真實嘅生活呢？首先我哋要有自律。有啲人就話啦，唔得閒唔得閒，但係又得閒去玩、去旅遊、去睇電影、去聽歌，但係咧修行嘅時間就冇啦。哎呀，好難啊！一定要對自己有自律。第一，一定要持5戒，要俾心機去可以持到5戒。呢個係我哋作為人類最低嘅標準啦。如果我哋嘅5戒有破失，
我哋就已經係失去咗作為人嘅呢個標準，呢個品質啦。如果我哋可以好好咁樣持五戒，我哋就可以再一次為人，我哋就可以成為人，可以去到善道。所以我哋對自己有自律咧，第一一定要心意堅決咁樣要去持戒，呢個係屬於我哋嘅實踐嘅原則。我哋可以我哋生存嘅一個標準，五戒就夠啦，唔需要多。有五戒，我哋就認認真真咁樣嚟修行。其實持戒都係修行嘅一部分，都係修行。因為修行其實就係學習，稱之為學，有戒學。咁點樣先可以生起戒？點樣可以得到禪定？點樣可以得到智慧？睇到明晰身心嘅真相。所以有3個層次嘅學科，我哋一定要嚟學習嘅。而至於第一，我哋關於戒方面，我哋就要先用俾心機去持守，要盡可能咁樣去持守，要有覺性，要有智慧先至可以持到戒，要用到覺性同埋智慧㗎，而唔係持守咗之後一直都覺得好苦悶，咁樣係唔得㗎。比如話，我哋持唔飲酒嘅戒，咁睇到其他人飲酒，我哋唔去鬧佢，就話呢個唔好啊，嗰個唔好。呢個係唔知道時機，唔知道不分場合咁樣去講嘢，咁樣唔好，係屬於邪語。之前龍波需要同其他飲酒嘅人坐埋一張台，但係龍波唔飲，咁咧自己一定要有辦法可以令到自己可以融合埋一齊，同佢哋一齊。然後龍波就話：唔可以飲啊，因為咧會過敏，因為喺泰文入邊過敏同埋輸係同一個發音，所以其實龍波嘅意思就係話會輸俾煩惱，自己唔飲酒。有時候咧，自己要喺唔持戒嘅人入邊，要自己持戒，咁咧呢個時候都要識得去迴避。喺佛陀嘅時代都有㗎，佢嘅出家人喺度打緊坐，睇到壞人跑咗過嚟啦，然後咧跑咗過嚟就向一個方向逃走咗啦，然後佢就換咗一個地方。換咗個地方喺另外一個地方喺度行，但係喺附近。咁然後嗰啲咧嚟捉壞人嘅人嚟問啦，話有冇睇到話嗰個壞人啊？因為準備住將佢捉起嚟要殺咗佢。然後呢個出家師父就話啦，從自己喺度經行呢段時間都冇睇到邊個行過嚟，問佢有冇呃人咧？佢冇呃人。如果咧佢知道話自己佢睇到嘅嘢咁樣講出去，佢就會知道嗰個壞人會俾殺死。咁呢個唔係佢嘅職責。所以有時候持戒要喺持嘅時候聰明。一開始嘅戒我哋要先去俾心機去持，接落嚟咧我哋去培養我哋嘅覺性，直至到佢變好。有覺性，不斷咁樣去讀自己嘅心，去感覺。覺性佢嘅職責就係保護我哋嘅心。我哋唔需要去保護心，但係我哋去培養我哋嘅覺性，直至到佢越嚟越好。比如話有咩煩惱生起，我哋及時咁樣知道煩惱控制唔到我哋嘅心，我哋就唔會去破戒。嗰啲破戒嘅人係因為咧輸咗俾煩惱。如果我哋有覺性，及時咁樣去意識到我哋自己嘅心，可以讀出我哋嘅心。其實讀心唔係咩難嘅事。比如話而家我哋係快樂定係苦，我哋可唔可以知道？睇唔到有咩難㗎喎，只係話我哋比較懶，唔想去知道，想去知道其他嘢。比如話我哋而家嘅心係貪，
定係無貪，係有親定係無親，係有痴定係無痴，或者係昏沉定係散亂，其實唔難㗎，要知道，只不過我哋忽略咗去知道，我哋唔知道話咁樣係有價值㗎。龍波仲記得喺細個嗰陣，有分享過俾大家聽，因為自己從7歲就開始打坐啦。喺10歲嘅時候喺屋企附近發生咗火災，咁就咧非常之驚慌嚇一跳。嗰個時候咧好驚慌，但係唔知道驚慌，所以要跑過去話俾爸爸知，話發生咗火災。第一步仲喺度驚慌，第二步仲喺度驚慌，到咗第3步嘅時候，覺性就翻轉個頭過嚟，睇到呢個嚇一驚嘅心。然後咧，嗰個驚慌失措咧就即刻消失咗，就變成咗安住突顯嘅呢個心。睇到其他人咧嚇一驚，但係自己就已經冇喺度驚慌啦，就話俾大人知。然後佢咧反而就嚇一驚。嗰個時候唔知道，話呢個就係安住嘅心，仲以為其他人嘅心同自己嘅心係一樣嘅。但係事實上修行咗之後先知道，喺呢個世間要揾一個安住有安住嘅心，覺知覺識喜悅嘅心嘅人，非常非常之難。嗰個時候唔知道，因為冇高僧大德喺身邊話俾自己知，咁就正常咁樣生活，就好似其他嘅細路仔一樣去讀書。咁龍波啱啱先至諗起話，其實自己一直喺度觀心，但係自己唔知道喺度觀心。比如話喺度學某一啲學科嘅時候，自己唔中意。譬如話到咗呢個時間啦，就心就覺得好苦悶啦，唔中意啦。但係嗰個唔知道話要繼續點樣做，就睇到個心煩悶。比如話呢個學科自己中意，到咗呢個時間去學啦，就覺得好開心。然後開心知道，唔開心就知道，擔心就知道，已經喺度知道緊啦。嗰個時候仲未遇到龍寶墩，點解可以知道呢？但係其實睇大家每一個人都可以知道，都唔係咩難嘅事。但係我哋唔知道話佢重要，我哋忽略咗去知道。所以我哋盡可能咁樣提升自己嘅覺性，不停喺度讀自己嘅心，唔係咩難嘅事嚟㗎。每一個人都可以知道㗎。比如話龍波翻轉個頭嚟睇嘅話，其實從細個嗰陣就開始知道啦，只不過自己唔知道佢有咩價值，因為自己咧就知道咗一下，然後就知道其他嘅嘢啦。大家可以試一試，可以試下有覺性，不斷咁樣去知道自己嘅心，快樂知道，苦知道，好知道，貪嗔痴散亂，不斷咁樣去知道。咁樣咧，大家就可以知道話龍波講嘅，龍波之前咁樣睇到心，但係唔知道佢可以攞嚟有咩好處，然後不斷咁樣嚟覺知自己嘅心。有時候咧，有咩好強烈嘅情緒，知道一下。龍波而家嚟話俾大家知啦，話我哋之前不斷讀自己嘅心，其實有非常之大嘅利益，係可以提升我哋嘅覺性覺知，令到佢越嚟越快，係有好處嘅，可以可以令我哋離苦，咁慢慢訓練。如果我哋知道佢有利益有好處，我哋就經常讀自己嘅心，不斷去讀，唔好停止，不斷去讀。有時間，幾時得閒，就算係5分鐘、10分鐘，都去讀自己嘅心，咁樣去訓練。如果我哋可以讀自己嘅心，煩惱生起，我哋就會知道。煩惱生起，我哋可以及時咁樣意識到嘅話，煩惱就會自己滅去，我哋唔需要去滅佢。煩惱同覺性就好似光明同埋黑暗，如果有咗光，黑暗就唔會浮現，光明消失，然後黑暗就會呈現啦。我哋心裏邊嘅煩惱都係類似嘅。如果我哋有覺性，然後煩惱咧就會匿埋起身；如果冇覺性，然後煩惱就會出嚟工作。我哋要盡可能去及時意識到自己嘅心，頻繁咁樣去知道
當我哋嘅覺性生起，煩惱一生起嘅時候呢，佢就可以捕捉到啦。然後我哋嘅戒就會圓滿，戒就會變得自動。一開始我哋要俾心機咁去持5條戒，接落嚟就唔需要去落力去持啦。我哋只係有覺性去保護心就夠啦。喺佛陀嘅時候都有，佢有一位出家師父，佢係好人，都係誠實嘅人。佢嚟出家嘅時候，佢就發現呢，戒條又太多啦。單單係其中一部分係有227條，227條喺巴迪摩卡入邊。咁咧喺巴迪摩卡之外，仲有非常之多，有各種各樣嘅呢啲要實踐嘅呢啲條例。佢就發現自己做唔到。佢如果佢冇辦法按照佛陀嘅規定去做，佢就嚟頂禮佛陀，佢就想要還俗，然後就話我冇辦法可以持咁多條戒條，但係唔想自己成為一個人或者係唔好嘅出家人，冇戒冇法，然後又話自己有，想咁樣做，因為戒條太多啦，自己持唔到，就請求還俗。佛陀就話佢啦，問佢話你可唔可以只係持1條呢？佢話如果得1條就可以持到，咁你就有覺性去呵護自己嘅心。咁咧佢就有覺性呵護自己嘅心，不停咁去做，冇幾耐就體證咗阿羅漢啦。佢不斷有覺性去睇自己嘅心，心快樂知道，苦知道，好壞又知道。煩惱控制唔到你而家心嘅時候，佢就唔會破戒。我哋持戒或者係保護好法，再都唔係咩難嘅事啦。持咗戒之後呢，有快樂，而唔係持咗之後覺得好折磨。比如我哋持5戒覺得難嘅話，我哋係唔識得去持戒。戒唔係為咗令我哋受苦噶，戒我哋守咗之後呢，係會覺得快樂同埋輕鬆，而唔係覺得受苦。如果想要有好嘅戒，就要有覺性去照顧自己嘅心，不斷照顧自己嘅心，唔難噶。龍波呢已經係口口聲聲喺度講話唔難噶啦。龍布敦都喺度話，龍波去頂禮佢嘅時候，就同長老話：長老，我想修行。佢呢打坐咗好耐，然後大概45分鐘，然後擘開個眼，佢就教啦。佢話修行唔難，難嘅係唔修行嘅人。讀咗好多書啦，接落嚟就去讀自己嘅心。龍波從龍布敦長老嗰度學嘅第一句教導就係呢個啦。一開始佢就話修行唔難噶，難嘅係嗰啲唔去做嘅人，去做嘅人唔難噶。做乜嘢就係讀自己嘅心。長老話讀咗好多書啦，即係學世間嘅知識學咗好多啦，知道呢個學科嗰啲知識乜嘢各種新聞知道非常之多啦，但係只係冇嚟知道自己嘅心。龍波就嚟訓練觀自己嘅心，用咗7個月嘅時間，明白咗自己嘅心，話呢個心係無常苦無，係無我㗎。用嘅時間係唔多㗎。如果大家俾心機去觀嘅話呢，係唔係咩難嘅事？觀心有3個原則。第一條係要令感覺先生起，然後再去知道。如果龍波呢叫大家去觀心，大家就嗱聲送個心去觀，話而家個心係點樣嘅呢？呢個唔係觀心啦，呢個係心挖咗出去去尋找，話而家有乜嘢情緒，有乜嘢所緣生起，嗰個時候係都迷失啦。幾乎100%嘅修行人一直喺度不停迷失。比如話叫大家觀心，就迷失去揾，話而家嘅心係點樣嘅呢？要去覺知呼吸，然後就 focus 喺嗰個呼吸上面，心黐住喺個呼吸上面。喺觀腹部嘅時候呢，就黐喺個腹部上面，然後做呢個手部動作，然後個心就會黐喺個手上面。如果要經行嘅時候呢，心就黐喺個腳上面，咁樣係唔得噶。所以觀心嘅第一條原則就係要令到感覺先生起，然後再去知道。
比如話親，有咗親啦，先至知道佢有親，而唔係話而家等住喺度睇有咩感覺，然後就去揾話而家個心係點樣嘅咧？呢個係心喺度散亂緊，而唔係觀心，而係送心去觀呢樣嗰樣。所以觀心嘅第一條原則就係有乜嘢感覺生起，不斷咁樣去知道。親知道親，然後貪知道貪，就好似佛陀教嘅咁樣。眾比丘，心有貪，知道有貪；心無貪，知道無貪。心有貪，先至去知道話有貪；心無貪，知道佢無貪。所以觀心同觀身係唔同㗎。觀心其實佢係觀之後先至去觀，先令到嗰個感覺生起，再去知道感覺。如果觀身就係睇嗰個當下，比如話佛陀就講話眾比丘企住清楚咁樣去知道企住，就係當下就去知道，唔需要知道其他，就係可以喺當下呢個瞬間去知道。比如話舉手，我哋個手喺度喐緊，然後有個性去知道呢個手喐緊，就係知道得呢個當下。但係觀心係冇辦法可以覺知到當下㗎。比如話心有親，喺有親嘅時候，點樣都冇覺性嘅嗰個瞬間，因為煩惱同埋覺性係唔會同時生起嘅。而觀身係當下嗰個狀態，比如話當下呢個瞬間喺度喐緊，觀心叫做連續或者係相續嘅瞬間。比如話親知道親，唔係尋日有親，今日先至知道有親，咁樣中間咧係間隔得太長啦。而係親下一個瞬間知道話有親，喺知道有親嘅時候，嗰個親已經滅咗啦，就有呢個知道。所以觀心佢係當下嘅相續，即係同當下嗰個瞬間連埋一齊嗰個連住嘅。要令到感覺先生起，然後再去知道。呢個係第一條原則。第二條咧就喺知道嘅過程之中，唔好跳落去，唔好跌落去去知道。要好似係局外人旁觀者咁樣去知道。就比如話我哋企喺高樓上面睇到呢條馬路，然後有好多車，然後車水馬龍走嚟走去。我哋唔係喺馬路中間，我哋係喺旁觀，係作為旁觀者，好似局外人咁樣去睇。我哋觀心都好似係一個旁觀者咁樣去觀。我哋睇自己心入邊上演嘅呢啲戲，比如話有時候壞人嚟啦，有時候咧男主角嚟，有時候女主角嚟啦，有時候咧又好玩嘅呢啲劇情嚟啦。我哋嘅心入邊一直喺度不停演戲，有非常之多戲喺度演緊。我哋只係觀眾，我哋不斷咁樣去觀，只係觀眾。我哋唔好跳到舞台上面去自己去演，唔好跳到舞台上面去演。比如話我哋呢個睇拳擊，我哋唔好跳上去自己去打。所以我哋睇各種各樣嘅狀態嘅時候，要好似旁觀者咁樣去觀，咁樣就可以清楚睇到真相。如果好似局內人咁樣去睇，參與者咁樣去睇，就會睇唔清楚。龍波咧從來都未去呢個打過拳擊，但係咧睇到嗰啲有睇過話嗰啲拳擊手打嚟打去，咁咧喺外圍嘅人就會教啦，就話你唔好俾個面個撞上去俾佢打啊嘛，就話點解佢哋可以知道咁多細節嘅咧？咁但係如果佢哋上咗台嘅話，俾人一拳就打飛啦。佢知道得好多係因為佢係局外人，佢係旁觀者，自己都冇痛緊，然後睇咗之後咧係冇偏見㗎。佢唔喺呢個局之中，佢唔喺舞台上面。但係咧，如果作為拳擊手咧，佢想要贏，佢會有驚，有嗰種情緒。所以呢啲嘢我哋可以睇到，我哋觀心嘅時候，就好似係旁觀者一樣去睇，就好似我哋睇戲一樣。有親過嚟，我哋知道，然後親嚟咗就會走。
我哋就係旁觀者咁樣去睇。但係呢個旁觀者一定要明白呢一樣，唔係將個心從身體入邊抽出嚟。有啲人咧將個心抽出嚟放喺上面去睇呢個心，呢個唔係㗎。然後送去睇唔係㗎。旁觀者係冇得失心咁樣去睇，有乜嘢發生，只係去知道快樂生起，知道。如果係局內人，就係有快樂就會鍾意啦。但係如果係旁觀者局外人，然後比如話生起咗苦，如果係局內人咧，佢就會覺得誒點解咁苦啊？快啲消失啦！所以我哋觀心嘅時候，我哋要冇得失心咁樣去睇，心好都只係知道，心壞都只係知道，心快樂都只係知道，心苦都只係知道。咁樣係冇得失心咁樣去觀，呢個就係旁觀者。如果係觀身，咁咧第一條原則就唔同啦。觀身係要睇當下呢個瞬間喺度喐緊。如果觀心，頭先有親，頭先貪，然後貪咗親咗有黐咗，佢係一個相續嘅一個瞬間。第一條原則，觀身同觀心唔同㗎。觀身係睇當下呢個瞬間，觀心就係要令到呢個狀態先至生起啦，然後再去知道。但係第二條原則係一樣嘅，係同樣嘅一個實踐嘅原則，就係好似旁觀者咁樣去睇。觀身，我哋就睇到身體喺度工作，然後心咧喺另外一邊作為觀眾，但係唔需要將心抽出嚟，從身體入邊抽出嚟，心就係喺呢度。就係咁樣，但係心只係令佢履行佢知道嘅職責，比如話身體左轉右轉，然後彎身，就去睇到呢個身體喐嚟喐去，好似睇到人哋喺度喐嚟喐去咁樣。觀心都一樣，觀心有苦樂好壞，就好似我哋睇到其他人苦樂好壞一樣。我哋只係旁觀者。第一條原則唔同，但係第二條原則係一樣㗎。然後我哋第三條原則，觀心同埋觀心嘅第三條原則都一樣，就係要中立咁樣去睇。如果我哋觀咗之後咧，生起咗滿意要知道，唔滿意又要知道。如果我哋及時咁樣去意識到滿意同唔滿意，佢哋就會滅去，心就會安住，成為知者觀者，就冇咗滿意或者唔滿意。對於所有嘅一切啲狀態，咁就會中立。比如話有苦生起喺心入邊，我哋個心唔中意去知道乜嘢，而唔係去知道嗰個苦啦。苦已經係過去啦，當下係唔中意呢個苦，要及時咁樣去知道呢個唔中意。我哋要去睇最新生起嘅熱辣辣嘅嗰個狀態。比如話我哋睇到苦，苦幾時先消失？幾時先消失啊？我哋已經睇錯咗啦。嗰個時候咧，我哋有苦嘅時候咧，唔去睇心，咁樣佢就一直都唔會消失㗎，因為我哋睇錯地方啦。苦已經係過去啦，已經過去咗好耐啦。最新生起嘅最新嘅呢個造作，其實就係我哋唔中意苦嘅呢個心，我哋想要苦消失嘅心。我哋要去睇呢一點，就係新鮮熱辣出爐嘅呢個狀態。所以我哋如果個心有苦，我哋要知道，如果可以中立咁樣去知道咧，就係最頂級㗎啦。但係如果唔中立，想要佢消失，又想要生起，我哋有個性及時去知道，話呢個心有慾望，你又想要啦，想要苦滅去，呢個係親嚟㗎，想要佢滅去，想要佢消失，有親。咁咧，其實呢個親佢就係無有愛，想令我哋唔中意嘅狀態消失。呢種貪都係一種貪，佢心非常之細，佢一瞬一瞬咁樣喺度變化。所以我哋個心有苦嘅時候，如果我哋修行勁嘅話，我哋就會睇到個心有苦生起，有苦生起。苦唔係心，苦只不過係心覺知嘅對象。苦同心係唔同嘅部分，心從來都冇苦過，心只係知道嗰個人。大家嘅心
但係嘅品質仲未嚟到呢一點，仲唔係只係知者，仲唔係只係呢個觀者，而係咧會投入到一切入邊。喺苦生起嘅時候，我哋個心就會投入去，然後唔中意佢，想要佢消失，想要佢唔會再生起，然後咧希望佢，然後就抱怨開始叫嚟叫去，就話希望唔好再苦，然後抱怨過去等等，呢個係唔識得修行。如果識得修行嘅話，就會睇到個心而家喺度希望苦喺度消失，心唔中立，對於呢個苦唔中立，呢個係新嘅呢個所緣啦，苦已經係過去啦，呢一個心唔中意嘅心先至係最新嘅所緣，所以修行不斷咁樣去訓練。比如話有親生起，有覺性及時去知道，親滅去啦，如果覺性唔夠快，就會生起想要呢個苦快啲去結束。要覺性，有覺性及時去知道呢個新嘅想要，就係想要苦消失，苦已經係過去啦，唔需要再去觀佢啦。如果我哋可以睇到呢個想要滅去，想要苦消失，呢種慾望滅去啦，我哋就呢個就係活在當下，我哋就會知道苦已經消失咗好耐，結束咗好耐啦。我哋完全睇唔到話點解要令到佢快啲消失，佢已經消失咗啦，所以慢慢訓練，慢慢提升。第一條原則，如果係觀心，就係相續嘅睇呢個瞬間，就係先令到所緣生起，然後再去知道，唔需要去揾話而家嘅感覺係乜嘢。如果而家冇咩感覺，感覺唔到啲乜嘢，就只係知道話而家冇咩感覺，就係知道喺度而家係不苦不樂，可能呢個就係喺度知道心啦，就係心冇咩感覺。所以唔好去揾所緣，要感覺生起咗，然之後再去知道。如果觀身嘅話咧，身體喺度喐緊要知道，身體停又知道，身體呼氣知道，身體吸氣又知道，身體坐住又知道。坐住可唔可以知道啊？而家坐住可唔可以知道啊？可以知道啊，睇到嘛？但如果我哋走神，就話哦，頭先走神啦，呢個時候知道頭先走神啦，呢個係唔同噶。所以第一條原則，如果觀心，唔好去揾呢個所緣，要令到感覺生起咗，然後再去知道。第二條原則就係唔好跌落去 focus，唔好沉浸喺我哋知道嘅呢個對象入邊。第三條原則就係知道咗之後，滿意知道，唔滿意又知道。喺知道之前唔去揾，喺知道嘅過程之中唔跌落去知道。知道咗之後唔去改變，知道就喺知道嗰度結束。要清晰咁樣把握住原則，然後我哋經常嚟訓練觀自己嘅心，我哋就會發現持戒唔係難嘅事，唔係咩難嘅事。有煩惱生起咗，我哋知道，已經曾經知道，我哋就會知道得越嚟越簡單。一開始訓練，我哋煩惱生起咗一段時間先至知道，而比如話嬲咗一段時間先至知道。如果不斷訓練，一嬲就知道啦，就會越嚟越快，我哋嘅戒就會好。我哋不斷咁樣及時知道自己嘅心，我哋嘅心就會自己寧靜落嚟。所以我哋有覺性去捕捉到自己嘅心，比如我哋嬲知道嬲，然後個嬲就會滅去，然後心就會自己寧靜啦。心有貪，比如話嗰啲青年人，佢哋嘅性慾比較強，我哋有覺性及時咁樣去知道，咁呢種貪就會滅去，心就會寧靜。我哋散亂，諗東諗西，不停去諗，有覺性及時去知道心散亂，散亂就會滅，然後心就會寧靜。我哋不斷去觀自己嘅心，有覺性去讀自己嘅心。除咗去得到戒，我哋同樣可以得到禪定，自動嘅定就會生起。佛陀先至會教我哋話，正念，正念即係覺知我哋身心嘅覺性念。正念我哋多多咁樣去培養同埋發展，就會令到我哋嘅正定圓滿。睇到嘛？正定其實唔需要做啲乜嘢㗎，有覺性，然後
呢個靜定自動嘅靜定就會生起。咁咧，之前龍波嘅修行同大家嘅路線唔同。之前龍波咧，佢係先去揾嗰啲修禪定嘅祖師大德，訓練禪定，訓練咗好多年，直至到好熟練。然後咧，佢哋先至會繼續進一步去教點樣開發智慧。而家咧，大家修禪定好難，呢個世界比較動盪，手機就係罪魁禍首啦，令到我哋散亂。我哋就要行另外一條路線，係智慧去帶領禪定，就係借助於覺性，及時咁樣去意識到，我哋不斷去覺知自己冇迷失、冇走神，呢個係初步嘅智慧，即係正知，呢個屬於智慧噶啦。我哋比如話，經常話俾自己知，經常提醒自己，經常咁樣諗到自己，話我哋要讀自己嘅心，唔好忽略，唔好拋棄，呢個就已經係叫做有正知有智慧啦。唔迷失，唔會忘記我哋自己嘅業處，呢個係什麼下神佛產呀，即係一種正知嘅一種。所以不斷去知道有煩惱生起，我哋及時咁樣知道煩惱就會滅去，煩惱滅去啦，我哋心就會寧靜，心就會安住起身。比如話我哋個心散亂，有覺性及時知道心散亂，用呢個中立嘅心去知道，然後咧散亂就會滅去，心就會安住，禪定就會同埋呢個正定就會同埋正念同步生起。所以正念不斷去提升，直即係覺知身、覺知心嘅呢種覺性。然後大部分龍波講嘅而家係覺知心，心係點樣不斷去知道。呢個我哋係喺度培養緊正念。接落嚟，當我哋個心有一啲啲變化，然後覺性就會自己生起啦。喺我哋嘅正念生起嘅時候，正定都會同時一齊生起。比如話我哋喺度迷失緊，祖師大德中意教話迷咗知，迷咗知，又係修某一個業處迷咗知道。因為當我哋個心迷失，我哋知道迷失，迷失就會滅去，然後知道嘅心就會生起。知者嘅心其實就係安住同埋自己喺埋一齊嘅心。所以咧就借助於正念，就可以令到我哋嘅正定生起。正定，如果我哋有咗正定，就可以得到咗第二個學科，亦即係增上心學。亦即係透過學我哋嘅心，我哋可以得到禪定。如果有咗正定，修毗婆舍那或者係開發智慧，我哋先至可以真正咁樣去實踐去落實。比如話有啲人去參加所謂嘅毗婆舍那嘅課程，但係睇唔到話龍波睇唔到話係乜嘢毗婆舍那。有好多出家人或者係去參加啲毗婆舍那嘅課程，哎呀，龍波唔想講啦，費事俾人鬧，話乜嘢毗婆舍那？只要心唔安住，係收唔到毗婆舍那噶。因為正定係智慧生起嘅近因，只係冇呢個正定，根本係冇辦法可以生起毗婆舍那嘅智慧噶。正定係點樣都唔知道，以為只係寧靜，寧靜唔係正定，一定要安住。心安住，成為知者、觀者，咁樣先至可以。簡單咁樣講，就係心一定要同自己喺埋一齊。如果忘記咗自己，心就唔安住啦。所以修行，我哋要有覺性，不斷去讀自己嘅心。我哋曾經冇嘅戒，我哋都會有；我哋有咗嘅戒，就會變得強大，就會變得更加堅定，就會成長。我哋從來冇過嘅呢個定，我哋都會擁有，而且同埋會成為好嘅定。大部分啲訓練嘅定，其實都係屬於邪定，係一味去追求寧靜嘅定。嗰啲一味去追求寧靜嘅定，喺佛陀時代之前已經就有啦。但係點解冇體證道果涅槃啊？要等到佛陀悟道成佛之後先會有。因為佛陀教導我哋正念就係四念處。有咗正念多多咁樣去發展，咁我哋嘅正定就會強大起身。有咗正定之後，我哋個心就會醒。呢個狀態我哋就會知道係一個醒嘅狀態。
喺呢個世間要揾一個醒過嚟嘅人，非常之艱難。喺之前基本係揾唔到㗎。呢個時代仲會多啲啊，因為聽龍波講關於培養覺性嘅內容，然後咧靜定就生起。但係只係培養覺性一啲啲係唔會生起㗎，因為定仲比較弱，所以要經常去培養覺性，經常去感覺心某一個業處，然後不斷去知道去感覺。其實感覺身體都可以，感覺身、感覺心，頻繁咁樣去知道、去感覺。然後喺我哋有咗自動嘅覺性，比如話身體一喐，然後可以自己覺知到，唔需要刻意去覺知。又或者我哋個心生起咗苦樂好壞，覺性可以自己捕捉到，唔需要有刻意嘅情況之下，唔需要帶住啱嘅動機或者意圖。咁真正嘅覺性生起啦，正定生起啦，心就會安住。龍波睇到大家好多人心變咗，因為去訓練，不停去訓練感覺，感覺，心就會喺冇強迫嘅情況之下可以安住。好多人可以做到啦。心安住啦，先至嚟到最後一個學科，開發智慧。開發智慧唔係去思維，唔係去諗，而係借助於好幾種法。第一種法咧就係正念，呢個係正定。心咧要從所有嘅現象入邊抽身出嚟，成為知者觀者。心咧係抽身出嚟，佢喺另外一邊安住。所有一切發生嘅都只不過係嚟咗就走嘅現象，嚟嚟去去，嚟嚟去去，但係心咧係安住㗎。我哋一定要有正定，然後要有正念。喺有乜嘢過嚟嘅時候，苦樂好壞，我哋要有覺性去知道，有正念去知道，要知道話呢個正在嚟嚟去去嘅狀態。比如話我哋喺度睇戲，佢哋而家叫乜嘢？睇電視連續劇，睇呢個連續劇，話我哋話有覺性，我哋全部都知道喎。比如話男女主角講啲乜嘢，壞人有啲咩計劃等等，呢個唔係㗎，嗰個係知道佢嘅內容，知道世間嘅故事同內容，嗰個唔係真正嘅覺性。比如話唔知道所有嘅故事情節，然後就話自己有正念，唔係㗎。比如話我哋有主角過嚟話啊，好靚仔啊！如果睇到呢個男主角、女主角，睇到佢呢個仲唔係呢個正念？但係如果知道自己個心中意佢，去知道呢個狀態，先至係正念。比如話睇到主角過嚟，然後就話知道話，呢個只係自己睇到嘅色，而唔係睇到佢一個人啊，只係睇到佢呈現出嚟嘅一種狀態，佢係色。呢個先至可以叫做我哋係有正念，一定要睇到狀態。如果係睇到啲概念化嘅所緣呢，嗰個仲唔係正念。比如話睇到出家人托缽，我哋個心有快樂，去睇到呢個出家人心係咪善㗎？係善㗎。有冇覺性啊？有，但係嗰個唔係正念。如果係正念，睇到出家人，佢係色法，就好似一個卡通片喺度喐嚟喐下喐下喐下，呢個係睇到色法，呢個係有正念。又或者心有喜，有信仰生起，然後有覺性捕捉到話而家有喜，有信仰生起，呢個就叫做我哋有正念啦。正念一定要係可以覺知到狀態嘅，而唔係去知道我哋諗嘅內容，呢啲概念法。我哋喺度諗緊話，哦，呢個係出家人、出家師父。實際上我哋睇到嘅係顏色，比如話呢個顏色，呢種顏色，然後咧有咁樣嘅形狀，然後想揾就去界定呢個係出家人。但係實際上我哋眼睇到嘅只係顏色，而至於概念法，然後我哋想揾去界定話，哦，呢個係主角，呢個係出家師父等等，我哋只係知道呢個，嗰個仲唔係真實法，知道嘅只係概念法。如果要去知道真實法，睇到出家人
出家師傅就會話：哦，呢個係色法，佢一直喺度移動，佢喺度生滅，就好似睇到呢個卡通片，一瞬一瞬，一幅畫面一幅畫面生滅生滅。然後咧，心入邊如果有疑問話：呢個係咪真嘅出家人啊？真定係假㗎？知道呢個懷疑，咁樣先至可以稱之為係修行人。所以要去訓練去知道狀態，但係要知道嘅話，第一心要安住，第二個性捕捉到嗰個狀態，色法明法嘅狀態，而唔係諗嘅嗰個內容。然後第三要有想蘊，正確嘅想蘊，亦即係去界定。界定為三法人，所以想蘊唔係毗婆舍那嘅敵人，佢唔係智慧嘅敵人，完全唔係一回事。如果冇想蘊，如果冇去界定，係收唔到毗婆舍那㗎。所以喺我哋去培養去修毗婆舍那嘅時候，第一我哋要有安住嘅心，第二。呢個係簡短咁樣嚟講，如果講細節嘅話，就會有非常之多嘅呢個狀態啦。比如話要有作意啦，要有呢個動機啦，要有呢個大家聽咗就會唔明啦。所以慢慢聽就龍波就簡短咁話俾大家知。一開始要有同自己喺埋一齊嘅心，第二要有覺性。去及時咁樣去捕捉到發生喺身心嘅狀態。第三，可以去界定話發生嘅呢啲事，佢係無常苦無我嘅。如果覺性去知道呢個狀態，只係維持喺呢一步，冇想揾去加埋入嚟話去界定佢係呈現三法印，咁樣就唔會修毗婆舍那，就會變成只係即刻喺度就變成修呢個奢摩他啦。咁咧？修奢摩他用概念法都可以修㗎。概念法唔係色法明法，覺知色法明法，好多語言上面係咁樣講，但係咧就係少咗兩樣。第一，少咗呢個正定冇安住嘅心；第二咧就係缺少咗去界定嘅想蘊，話將佢界定為三法人。比如話經行行禪。就盡可能去界定話，呢個色法喺度行緊，心係知者，色喺度喐，然後明法喺度知道，呢個唔係想蘊啦，呢個係思維，係一種尋。想蘊界定，佢係自己去界定，佢係自動㗎。覺性要自動，禪定要自動，然後智慧即係呢個界定都要去自動。而唔係自己，唔係話諗出嚟，而係去感覺。比如話睇到，比如話有一個靚女行過嚟，我哋個心安住。如果心唔安住，就會迷失啦。就話哇，好靚啊，我係中意，然後煩惱生起就唔知道，之後去睇呢個靚女。如果我哋個心安住，睇到呢個美女行過嚟，佢似係一種現象，呈現嘅現象，心喺另外一邊。然後我哋嘅覺性咧，一頭扎入去嗰個呢個色蘊，即係心識呢個色蘊。然後帶住呢個覺性嘅話咧，有想蘊去界定，冇刻意㗎，只係睇到佢係唔乾淨嘅嘢，佢只係一堆唔乾淨嘅嘢。嗰啲令到佢睇起身好好嘅，只不過係外在嘅呢個外殼。嗰個外殼令到所有人睇起身好好嘅就係頭髮、毛髮、牙齒、指甲、皮膚。女人啊，如果頭髮一嚿一嚿好油，仲靚唔靚？唔靚啊！如果係皮膚皺巴巴，都唔靚啊！比如其實，比如話笑起身之後咧，然後嗰個牙齒係黃嘅，係呢個黑嘅，已經唔靚啦。如果係啲指甲又係邋邋遢遢咁樣就唔靚啦。所以其實靚嘅只不過係外在嘅呢個外殼。大部分人覺性智慧仲唔夠，只係睇到外在嘅呢啲表面。如果我哋訓練到熟練，訓練到我哋嘅心安住。如果我哋個心睇到咗畫面，眼睇到咗色，
其實喺睇到色之前有好多法嘅，但係唔好學咁多咯，學咁多會頭暈。我哋個心安住，我哋個心睇到色法嘅時候，睇到畫面嘅時候，我哋有嘅呢個覺性智慧佢生起啦，然後想蘊亦即係界定，佢就會生起。所以佢又同時生起好多法嘅。我哋呢個時候界定，可以將佢界定為呢個邋遢不淨。比如我哋嘅身體，實際上佢其實係有4樣。第一，佢唔乾淨，佢唔靚，佢係無常，佢係苦無我嘅。但係如果心，我哋個心，佢係無形無相嘅。咁心咧就只係無常、苦無我噶啦。所以我哋嘅想蘊要去咁樣去界定，先至係叫做正確嘅界定。如果想蘊唔去界定，智慧唔會生起噶。智慧一定要去正確咁樣界定，覺性捕捉到喺度呈現嘅色法同埋名法，去界定正確嘅想蘊，去正確咁樣界定。如果界定身體，佢就係不淨，然後無常苦無我。如果佢界定心，就係無常苦無我。我哋可以咁樣去界定嘅話，我哋個心一定要安住，要有足夠嘅力量。所有嘅生起嘅法，我哋真正可以去實踐嘅，首先要前5戒，然後去提升我哋嘅覺性。簡單嘅，對於大家呢個年代嘅人嚟講，就係成日咧就去讀自己嘅心，不斷去讀，覺性生起，智慧呢個禪定就會生起，禪定生起，智慧就會生起。咁就從去正確嘅界定開始，然後接落嚟智慧就會生起。如果冇想蘊，係開發唔到智慧噶。有啲人中意教話想蘊係智慧嘅敵人，根本就唔同嘅事，完全唔係一回事。舍利弗尊者佢就話，就算係嚟到咗8定，亦即係非想非非想，依然仲可以修毗婆舍那。但係如果係無想有情天呢個眾生咧，佢係修唔到毗婆舍那。所以唔需要去討厭想蘊，一定要有想蘊去界定。想蘊有2樣，一個係記憶，一個係界定。記憶，比如話可以記得呢個色聲香味觸，可以記得我哋諗嘅內容。呢個係屬於想蘊入邊嘅記憶呢個部分，可以記得各種內容。然後咧界定有兩樣，一個係正確同埋一個唔正確嘅界定。如果界定身體錯誤嘅界定，就會覺得佢靚，佢係恆常嘅，佢有嘅只係快樂，佢係可以控制嘅，佢可以按照我哋嘅意願去發展。呢個係錯誤嘅界定。如果正確嘅界定，覺性一捕捉到身體，就會發現佢係不淨噶，佢係無常嘅，佢係苦嘅，佢係無我嘅。所以如果我哋去界定心，快樂生起，我哋個心安住，然後知道唯有快樂生起。想蘊佢咧，其實想蘊就係身體嘅一個角度，然後佢就會睇到呢個快樂，佢會從3法印嘅角度去看待佢。所以咧嗰個時候想蘊佢嘅職責就好似係心去看待嘅角度。如果正確咁樣看待咧，佢就會睇到真相，就會生起智慧，就會睇到快樂係唔恆常嘅，唔值得我哋去執着。慢慢去修行，有覺性，去讀自己嘅心，咁樣就夠啦。咁樣龍波所講嘅每一樣嘢，自己就會去知道，我哋就可以自己知道。因為喺龍波同龍寶敦學嘅時候咧，佢只係教一啲啲嘅啫。修行唔難噶，難嘅係嗰啲唔修行嘅人，讀咗好多書啦，接落嚟去讀自己嘅心，不斷去讀，不斷去知道，樂又知道，苦又知道，好又知道，壞又知道。出去走出眼根去睇畫面又知道，走咗去耳鼻舌身迷失咗去耳根又知道，去緊盯又知道，不斷去覺知意識到自己嘅心，唔需要知道龍波講嘅每一樣嘢。擅長睇到邊一樣，
知道擅長知道邊一樣就去知道嗰樣。一開始龍波去覺知心嘅時候，龍寶敦教自己去觀龍波，龍波係去睇親心，因為龍波係嗰啲好心急嘅人，做乜嘢都要雷厲風行。有啲人啊，比如話講得好耐，但係咧內容又好少，就會覺得好煩啊。係嗰種容易煩躁嘅人，因為心嘅底色就係有親，然後係親心型嘅人。一開始龍波睇嘅明法嘅狀態就係睇親，就睇自己有嘅嘢，然後成日龍波只係睇到，親一陣又生起，然後滅去，生起，然後又滅去。幾時親會生起呢？就係有外層接觸嘅時候，然後佢就會有一個過程，再個親就會生起。一開始訓練，即係訓練呢個就煩躁咗知道，唔煩躁又知道，煩躁知道，唔煩躁又知道。接落嚟就可以知道得越嚟越細啦。中意知道，唔中意又知道，有貪知道，無貪又知道咁樣。接落嚟就更加細，覺知自己知道，迷失又知道，就變得越嚟越細。再接落嚟，如果不斷咁樣觀心，就會落到嚟呢一點。心放開心又知道，心冇放開個心又知道。心係可以放低個心㗎，係可以放低個心㗎。我哋一直不停咁樣去攞住佢，從一出世就可以將佢攞喺個手上，唔知道可以放低佢，根本諗唔到。慢慢訓練，今日就教到呢度啦，差唔多啦。唔知道要信邊個鐘好啦。呢度個鐘咧係慢過嗰邊嗰個鐘，但係呢個咧係應該係準嘅。但係龍波咧從嗰個鐘嗰度可以得到好處，因為嗰個鐘已經到時間啦，所以就喺呢度停啦。